我叫楊樂兒啦，可以叫我 Chloe。咁我今次喺呢個記憶消除店入面咧，就飾演師妹呢個角色。我覺得佢應該係一個即係好感性嘅人咯，即係佢好容易俾一啲好唔開心嘅嘢去困擾住自己啊，咁樣就睇唔開，想去利用一啲外來嘅力量去幫助自己去解決呢啲唔開心嘅嘢咯，就冇諗過真係自己重新咁樣去揾即係解決方案啊揾。要大家好，我叫 Johnson。咁喺呢一條片入邊咧，我係飾演師傅嘅，係負責專係幫人洗記憶嘅。喺阿別嗰度咧，就其實佢好想喺一啲問題中學習嘅，所以佢就想記得自己錯過啲咩，就唔想再錯。咁相反，另外一個咧就佢就調翻轉咯，佢係好想即係消除咗佢啲唔開心嘅嘢咯。我想知我消除過啲咩記憶啊？有時候啲唔開心，我哋到底應該點樣解決啊？係咪要依靠其他自己嘅方法去解決問題，去真正了解一下自己嘅內心到底點樣先可以治愈自己，點樣先可以幫助到自己同人哋咯。其實呢個故事我覺得係幾好啊，可以再有發展嘅空間。